像饭是个鸟食，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遐。像饭是个鸟食，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敢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早总得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
现在是咱厝边级别节目的时间。今仔日星期二，我是周清玉，伫电台的现场甲大家请安。咱知今仔日天气下晡开始变冷吼，请大家一定爱注意，因为就气象的报告，即马开始已经直直冷起来，而且迄个温度的差别足大吼。所以请大家一定爱加添衫吼伫遮先甲大家提醒一下伫即礼拜来，顶礼拜中间咱有看到有即个选举的气氛已经加速重啊吼伫看到伫已经民主进步党伫中华县的立法委员的即个候选人吼，结果是大家同齐早昏，大家全部做伙联合去登记吼，所以我感觉这是也是真好的即个气氛。民进党是做团体，是真正合一团体，伫有一个党的即个意识，团体咧登记吼，我感觉这真好，特别是罗文嘉即个秘书长专工到中华来甲咱所有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做伙来登记吼。而且特别即个罗文嘉有特别讲就亲像咱即区的候选人吼，伊特别就是提起讲，就每一个人的身份背景甲工作所从事的工作吼，甲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全然无共款吼。伊伫遐讲就足，伊讲我具体讲啦吼，伊讲秀芳是足善良、足照起工、足善良正确，无咧做其他有诶无诶行业诶。但是国民党提名候选人伊诶背景，甲伊过去甚至有因为毒品诶即个问题去判刑去关吼，即只伊讲这个足清楚诶，咱逐个人拢知影逐个拢认为囡仔是足要紧诶，要紧特别是千万毋通去目着毒，食毒都惨了，去卖毒，迄实在是。这实在是真过分吼，所以伊讲若想，虽然讲检察伊即马无去重视安尼，但是过去会做即款的行业，而且伊目前的行业嘛，毋是讲真人实在真人摒势咧做正当的行业的情形下，事实上咱的秀芳伫伊的所有的表现。大家拢真该肯定吼，所以这个就真大诶无共款吼，所以伫遮伊特别来鼓吹一定爱支持民主进步党诶黄秀芳吼。伫遮事实上即礼拜开始咧登记，但是嘛已经发生足大诶即个情形发生吼，因为本来咧讲单结单结是有伫即个选区内面有。过去一直表示讲，因为即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是伊过去的司机吼，伊足知影伊的过去，所以伊认为伊无适当，伊应该是单结家己来选较对吼。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止一人拢真无拢保持一个足无确定的态度，讲虽然看伊动作足大吼，毋过。就过去的经验，伊会继续真正选到底位，迄就是逐个无把握就对啦。所以结果嘛是到要登记进前，就讲宣布无选吼。所以伫遮大家讲，其实嘛无意外啦，因为逐个本来就按算，因为这毋是第一遍安尼啊吼，所以差不多。所以我感觉安尼，我嘛感觉足遗憾的吼。但委员本来嘛是。嘛是一条汉子呢吼，哪会？即遍到底是想着啥？我嘛想无吼，因为伊安尼可能会影响到以后大家对伊的即个参政的即个信任度吼，我感觉实在是足无彩吼，真正是足无彩吼。另外呢，单结是宣布退选，但是另外一个即个无党的吼。黄小姐吼，另外一个黄小姐，毋是咱黄秀芳吼，又搁表示要参选吼，所以这
我嘛啥拢无啦吼，因为事实上，国会议员会使讲是层次是足悬，因为关系着到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政策，规个的推动关系是足大，但是实毋是咧本算的吼。这实在是毋是凊凊彩彩安尼黑白选啊！即摆我感觉台湾的选举煞变做讲，有诶就讲啊，我代表选了选议员，议员选了选立委，啊立委选了选总统，安尼差不多是即款。我感觉这嘛足奇怪吼，事实上，这是足严肃的代志，非常严肃的代志。啊，结果即摆说逐个有诶讲，做议员袂歹咧，啊，咱就无来选吼。我感觉安尼一方面是感觉讲，逐个人拢有资格通选，但是有资格选，但是着要感觉即个工课是严肃性，是伊是足重要的工课。毋是干那讲做服务尔，是着爱注意着立法委员的责任是创啥，啊，伊着要有能力通做。伊若无能力，其实这是害死人的，对家己嘛是浪费金钱、浪费青春、浪费生命吼，啊嘛浪费别人逐个整个社会的资源。啊，若阵选无着，当然是足浪费。啊，若选着，结果袂晓做，啊乱做，啊，甲你带甲奇奇怪怪，啊，这更加是浪费国家、浪费整个人民的资源，这实在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啊，所以我感觉最近对着这选举的部分，所以小可看无啥有吼，所以小可看无啥有，但是这个信息一定爱报告，互咱大家知影吼。啊，接线我想嘛通爱甲大家报告讲，伫即个中间，咱黄秀峰立法委员已经几落遍几落个所在办去咱即个服务处亲像北区啦、东区啦吼，拢已经有办过即个竞选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有足侪人对台北专工来，咱就看到内政部长即个徐国勇，伊来是甲咱秀峰安尼学落甲伊讲，对着学校，伊争取逐间学校，伊安尼即3年外争取1亿5,000万以上的建设，这着偌济你知无？其实最近我嘛有去伫学校，伫接触一寡代志，因为推动本土语言的活动，结果有一寡校长就甲我学落讲因秀峰委员替因争取足侪资源，真帮忙遮个囡仔，帮忙学校的建设、学校的设备等等，因一定要想各种的要甲大家报告，甲大家说明讲，因是足多谢黄秀峰委员吼。我听着人安尼学落吼，我心肝嘛安尼足安慰，一方面安慰，但是一方面嘛烦恼讲，即个逐个拢学落咧。学落就学落吼，咱若阵较袂晓通去广告，袂晓宣传，伊讨遮尔济，但是若无讲，咱嘛毋知呢。所以伫遮我是想讲，所有遮学校遮校长，也是家长会长、家长委员，咱若既然知影即个立法委员，事实上是对学校对教育足坚持、足认真、足投入，我想应该都要替伊来广告。替伊来说明才对，而且咱的内政部长佫特别佫讲吼，伊讲吼，伊说一项讲了，就是讲还佫有咧，还佫有咧吼。我听了真趣味，结果敢若讲袂了啦吼。意思就是讲，哇，实在是即摆讲到咱的教育的建设，另外就讲到讲对细汉囡仔细汉囡仔的即个因为。内政委员会内政就是甲咱的百姓的即个福利、人民的事务较关系。伊特别学落讲若是秀峰去讨经费、去讨工课伊讲伊拢绝对全部拢支持啦。伊讲伊知影即个无咧黑白歪高的，照起样做所以若伊讨的，伊拢绝对拢甲伊支持。
安尼咱就加足放心嘛咧吼。伫遮呢，因为秀芳是特别，伊是伫咱的即个社会福利、医疗健康的即个委员会内面，所以对着即个长照，对着福利、人民的福利，这是照顾上济吼。所以内政部长有特别讲即对细汉顾较大汉，咱的总统特别讲对出世对生囡仔爱斗照顾对毋管是伫家己顾，还是去互托儿所顾，还是去互迄个育婴中心去斗顾，拢有无共款的赞助的即个补助。所以即个过去嘛无法度通做到安尼，即马是因为遮的立法委员有全力支持，因为咱的小英总统有即款的想法，有即款的规划，各有呢嘛得爱有即款的钱。所以先有钱呢，因为小英对预算上有做将即个预算甲即个税收有做一个平衡的处理，结果咱看到。不但咱的人民的税减轻，较毋免负担，而且咱的福利会搁较济。对细汉的，讲政府甲咱斗饲囡仔郭台铭讲，伊讲0岁甲6岁，讲郭台铭要饲吼，结果咱的内政部长讲，政府早就已经咧开始毋免等你饲吼，因为事实上是看到少年人。薪水无悬，要买厝嘛，都爱足大诶负担所以有诶无爱结婚，有诶无爱生囝，所以就是想出即款诶政策来补助这少年诶人对厝租会当有，若是家己爱负担对厝租诶帮助，到甲结婚饲囡仔诶帮助，拢顾掉。这事实上以前拢无即款诶。即个要有即款的政策，就爱有钱，就爱有政策，就爱有法律，就爱政府有提出即款的政策，就爱立法院有通过即款的预算。所以即个甲总统有关，甲行政院长有关，甲部会首长有关，甲立法委员有关。所以遮拢是足直接的，这毋是咧用话的，毋是咧用讲的。毋是咧用骗的，这是已经在做已经在做。所以毋但是安尼，我感觉我昨学即个内政部长讲，也有咧吼。头拄讲这就是几项，另外是也有咧，就是讲对老大人，对65岁以上，其实有各种诶照顾诶即个资源毋管是全时服务，还是在家服务，还是讲去送去到即个共餐，还是送去安养中心，送去迄个机构诶，即个安养等等，拢有规个制度诶。伊讲到底是逐个知也毋知，检测有诶嘛毋知，管检去嘛袂晓申请，所以呢，事实上其实已经足侪政策，但是呢，民主进步党诶政府真正宣传无够，这呢，其实我嘛是过去，我嘛是会晓做，袂晓讲啦。我想这个做得对就本地就应该知，其实毋知。你讲争取秀芳争取1亿5千万，伊若无来甲我讲，其实我嘛毋知，但是我即马最近有听着一寡校长就会家己甲我讲，甲你讲秀芳足好，秀芳替阮争取啥，替阮争取啥。所以安尼知就好，但是知若敢若恁几个人知，结果别人毋知，袂使。所以伫遮我是想讲拜托咱逐个有收到秀芳服务，毋管是学校，毋管是地方的建设，毋管是争取各种的资源的即个补助，我想讲逐个拢爱替秀芳来报告。我先讲。因为秀芳无咧做签赌，无咧做迄落签迄落赌盘呐，所以伊嘛无足侪钱，迄落钱通去逐个所在庙啦，去
捐钱啦，逐位倒一里倒一个社区出偌济钱，个人的资源是有限。秀峰是会当通认真做、认真监督政府，然后认真争取经费来做合理好的代志。所以这是讲的，毋是私人的，因为我想嘛，无应该是私人摕钱，这是政府咱逐个纳的税金用伫好的发挥，无互人歪过去，无互人借去，无互人摕去落地下来，安尼就是上好，而且是做上需要的推动。但是这一定都爱逐个人讲，逐个人若无讲，结果若是委屈着真正做工课，看着眼前的即个利益的是，我想即个是非常的无彩的代志吼。所以伫遮我想讲对遮的听起来呢，我看起来，因为事实上就地方民间的反应，我听到真侪人咧学到秀峰，但是嘛烦恼秀峰，因为秀峰的对方是真侪财源的人，即马佫加一个另外一个无党的嘛要佫参选吼，即个可能嘛影响到一寡票数，所以特别需要佫较侪咱的实在对民间知影秀峰好的人，我想着爱拜托。紧诶，剩较无2个月吼，赶紧，互遮个实在伊做诶工课，互佫较侪人知影。我想讲，即个需要安尼诶，即个资源啦吼。我想讲，即个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另外呢，即个礼拜，即个礼拜拜六，咱伫台语文创意园区内面，就是有咱苏俄汉汉学堂。是咱姚嘉文律师，伊要搁第2次，甲大家讲即个汉学即苏学吼，伊自细汉开始学，对着台语文有足侪的即个学习，有足深的印象，所以欢喜就伊所捌的、所背的，伊搁事后搁研究的吼，伊到即马原来有相当的心得，所以欢喜要报互大家知，所以是伫11月23下晡时2點到4點，11月23下晡時2點到4點，伫咱的創意園區204室伫遮歡迎大家繼續來參加即個活動。當然，咱的每拜一禮拜一的早時伫咱的創意園區有羅馬字的學習吼，基本的羅馬字學習，已經攏差不多30幾個人伫遐咧學習，已經繼續幾落禮拜啊吼，大家講愈學愈趣味吼，但是敢若愈來愈深的款我聽着因咧反映過，敢若愈來愈趣愈會有加足深吼，但是攏足趣味吼，因為咱特別的教學了，攏個會教一首台語的歌，互大家較輕鬆歡喜。但是愛學有，然後我今仔日聽到遮個志剛攏甲我反映講，吼，迄啲吼，就是安怎，我著聽因看因逐個喙笑目笑咧表示吼，我著感覺講，因安尼逐個學啊足歡喜吼，因講安尼吼，以後要甲人介紹吼，親像咱咧足濟字吼，閣有足濟迄個羅馬字吼，阮即擺攏會曉講吼，因家己感覺有咧進步。有咧學習，我感覺真好。因著閣會學我聽講，有聽有人來園區行，著講吼迄個我迄是寫，著寫英語著好吼。因講吼，阮著會曉甲講講即著是羅馬字啦，這就是發音羅馬的發音吼。英語其實甲羅馬字有一寡看起來共款但是其實是無共款。即個。咱嘛會當對即個羅馬字中間，則閣來學英語用羅馬字中間來學客語即個羅馬的拼音，甚至原住民，甚至足濟外國的足濟項代誌，用羅馬字拼音出來，就會曉通念。但是你著閣知影迄個意思。我佇遮我親身有遇着，因為我頂邊有講過，佇美國的時陣，我甲一個猶太人。德國來猶太人見面，阮咧講當然是用英語講，然後伊看我的題就念出來吼。我講你哪會曉？你敢會曉講阮的話？伊講伊會曉念，但是毋知影迄啥物意思吼。我感覺真趣味。佇外國，甲外國人，結果伊會曉講咱的話，但是毋知影意思吼。所以你就知影講，只要即個羅馬音
罗马里若会响，结果要接近要交陪要联络，只要是佮知影意思，我讲迄个大家接受，迄个融合度就继续强吼。我感觉这绝对对咱学习有真大诶成长。而且我嘛真欢喜，咱诶志工拢会当有即款诶足清楚诶因大家拢足欢喜。但是阮有若看着已经嘛有一寡是新来诶可能后壁渐渐伊即摆愈来愈侪人知影咱遐逐礼拜一有即个课愈侪人要来，所以不要紧，免烦恼。阮拢讲吼，会晓诶继续直去吼，后壁若是抑佫有时我袂晓，咱后壁会当佫增加，咱会当佫来开班，佫共款佫对基础班则佫开始吼。所以，但是请恁若有即款诶需要，我毋免限定，一定是爱来做阮诶志工你若要学习咱诶台语文，咱诶台语文园区当然就是爱负起即个责任，通开课互咱逐个学习。学习是要创啊，然后就逐个愈对家己诶语言、对家己诶文化，就愈深入、愈有接受、愈知影迄个奥妙，愈知影伊诶价值吼。所以毋免烦恼台语文园区绝对欢喜伫遮，但是请你一定爱甲阮联络，一定爱甲阮做一个登记，安尼阮要开课时，马上就互你知影。当然伫即中间，阮随时拢欢迎大家报名咱诶志工、志愿工作人员，共款志愿工作人员来了，阮嘛拢爱训练哦。阮嘛欢迎大家来参加阮诶台语文诶合唱团。要讲到合唱团吼，请恁来赶紧来参加，要甲大家报告。伫即个月月底，11月30，就是咱共款有咱诶一年一度公开演出诶即个机会。伫遮吼，阮要尽拼吼，就是阮所学诶歌，阮拢尽量要来唱互听。而且即边呢，毋是伫彰化市，因为彰化市阮已经唱过几偌场啊。园林、埔心、溪湖、花坛拢去唱过啊，所以阮即摆要走搁较远诶，要去将遮尔好听诶歌声，是的啦。阮毋知唱好听无好听，我家己毋敢讲。但是吼，请恁一定爱来，来参加，爱管拍谱啊，就是一定爱拍谱啊，拍较大诶吼，阮着愈认真唱。而且其实佫讲一遍吼，就是小少来唱咱诶歌咱台语诶歌，有感情诶歌，好听诶歌，逐个轻松，佫毋免钱，吼。听伊讲吼，敢若讲有人要佫送包仔通互咱食呢。听伊讲啦吼，毋知有影无吼。拢足欢喜，是安怎讲？因为即边呢，即场要走到宝岛去，即场要走到宝岛去。因为也毋捌伫宝岛唱过吼。这不但是毋捌伫宝岛唱过，但是伫宝岛。阮抑阁有另外一团，共款是南中华诶关怀台语合唱团，另外一团。所以阮唱诶歌无共款哦，唱诶歌无共款，遐是有一个牧师咧带，嘛是30几个人，因已经嘛一年外吼，唱较是袂歹，唱较袂歹，所以即边阮特别邀请因做伙唱，同齐唱吼，所以因唱前半段。阮唱后半段，最后才阁做伙唱，来甲阮鼓吹好毋好？阮叫做小少来唱咱的歌，你若来听了欢喜，你才阁来参加阮的合唱团。你嘛会使家己阁组一团，你变做第三团。咱明年咱才阁逐个3团来做伙来唱，安尼嘛好。实际是阁加一团4团嘛好。咱全彰化县都拢逐个拢来唱歌。我感觉这嘛是足欢喜诶代志。佮讲一遍，11月30下晡2点半到4点，伫咱诶宝岛国中诶活动中心，这免钱诶哦。以前人要听歌都爱买票，咱这免钱诶，主要是要互逐个欢喜，佮推动咱家己诶母语。用安尼做中心，我相信你应该会介意才对啦吼。伫遮伫咱民主进步党诶各个议员、民意代表诶服务处，应该拢会当摕到咱诶即个宣传单或者是伫加入咱诶 LINE
拢会当知影咱的活动。欢迎你，一定爱来，一定爱来吼！咱一搭久都已经8点钟啊吼！咱即摆先来，互电台做一个广告，然后咱接续，再去甲大家做伙来报告。关怀广播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吴国正，欢迎收听台语新闻。包围香港理工大学这警察自昨暗开始清场，校方的人员伫个学校内将学生囡仔一个一个带出来，排列登记。那已经成年的直接带去警察局，未上18岁是交予家长带倒转去。昨香港理工大学内底，这抗议学生虽然3摆拍算要冲出学校外，不过却一直叫警察的催大动起来，无奈搁再退下。学校内嘛是愈来愈歹势，连水都同要袂通食。到到昨暗深更，50几间中学的校长才一批一批入去，先甲中学的学生带倒出来。过来换理工大学郑金光校长，嘛入去鼓舞大学生，等下赶紧离开了。因为反送中的抗争，致使真侪香港的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大大受伤害。顶礼拜，咱台湾的高等教育界嘛有真侪间学校表明讲，是请尽量协助因这少年家继续就学。你想讲台湾大学早就已经有400几个资本伫咧香港大细间大学咧读书的青年人，申请要换来台大做访问的学生。这伫咧瑞士洛杉矶的大都市。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打公布2019年世界竞赛报告，咱台湾的表现跳起来到全世界第20名，是6当来上界悬的。若甲亚洲的国家互相比较，咱是较输新加坡甲中国，啊，毋过赢过日本、南韩搁中国。真侪人咧批评，讲国校的课本要教男女间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外学愈外学。今日啊，放甲2教部长就发出面，结果遐放假消息啊！开始有本来家长亲自去教育部限课本的内容，大家看了拢讲事实课本教了算是真保守、真安全。儿童福利联盟连续提到东发起甘蔗色的时代，就是儿童保护的运动。再去公布上较新的调查报告，内容写讲国中和高中的学生3个都一个8号时大人用电椅抠洗，无就是歹喙干的。原因若毋是囡仔应出应激，无就是成绩考了歹。儿童福利联盟叶瑞芳这两长嘛出面提醒，因为找仔分快线，言语是较恶化。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司台语台和关台电台联合制作，感谢收听。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头久啊，有甲大家报告伫中法县这边对着立法委员的选举，特别是伫第2选区这个所在，因为也就是咱电台这个电台的这个所在地吼，共款佮拄好是。黄秀芳立法委员是原来咱的台长，所以当然咱对伊的情形有较了解，嘛较清楚，所以伫遮特别甲大家报告吼。伫遮我想讲，我来甲大家报告，伫中法县内伫即顶礼拜中间有成立咱的青年军，有成立即个青年军。我感觉真有意思吼，因为迄一天。特别，咱看到拢是少年囡仔过去咱拢感觉讲，若是有较少年的、较冲的、较
直接参与的，大概拢是伫台北吼，还是伫台南吼。台北是因为遐各方面的即个信息，各方面的活动足济，足济青年吼，特别是遐教授，有人拢较自由派吼，所以毋管是伫教室还是伫私下，会甲学生仔讨论，会甲学生仔鼓励安尼，所以因特别拢较会特别关心。所以过去亲像太阳花的事件，太阳花的即个运动啦，也是迄个野百合啦吼，即种种拢是伫台北较热烈吼。即次伫咱中华馆看到青年军因的出现吼，我感觉足好。因为选举到即马，其实阮有来看到足济无共款。过去的选举的迄个情形，甲即次的选举的气氛，我感觉拢足无共款。所以不只烦恼，会着惊吼。看起来今年的气氛阁冷冷，阁看到即个韩国瑜迄款的奇奇怪怪的讲法，奇奇怪怪，伊咧奇怪都参了，结果叫人嘛，阁有一群人安尼对伊安尼东南西北阁直直去吼，所以看着会烦恼。即马看着有青年军徛出来，阮感觉足大诶鼓舞吼，足大诶鼓舞。这青年军吼，因个别拢有去咧台顶讲，因有啥物款诶看法，有啥物款诶做法咯。我感觉这是互我有足大诶鼓吹啦吼。但是呢，一方面咱看到咱遮诶青年军是咱诶期待，但是另外对着看到电视，看到香港香港诶情形，我实在个心肝拢强要落起来吼。看到昨昏诶消息，讲因诶理工大学学校是互遮诶即个警察吼，我毋知影伊迄要叫做啥物警察，反正就是有各种诶迄个装备，有各种足强势，毋管是拍迄个催泪弹，还是拍迄个啥物弹吼，甚至佫开枪，正式开枪，佫即摆四边规个校拢甲围起来，准备嘛袂使出，袂使入，内面是无食诶，无啉诶，就是按算要互因牺牲去。我感觉我想着就足烦恼讲。而且看到台湾的少年呢，会当对伊的国家的大事，对因的会当有自由，会当有民主，会当读册，会当伫政府各种的计划，安怎来提升，安怎来甲互因会当有将来性。但是看到香港的青年，因读大学生，学校会使互人围起来，袂使出来。嘛袂当有外人入去，内面佫无食诶，佫无水，按说安尼个话，甚至外口佫有火，佫有火烧，安尼气有弹安尼。我简直想讲这是要哪办？咱嘛无法度通去，因为照讲，伊遐著是中国，香港已经回归啊，已经是属伫大陆啊，所以咱敢若嘛无才调去救因，真正是迄个台语是天差地别。因是要创啥？因只不过是要争取因会当有选举的真正选举。所谓的真正选举，就是讲因会使有真正要的候选人，毋是都爱去经过中国讲会使选才会使选。因即摆讲要选举的是，你像黄之锋，因就根本就讲伊就无资格，迄个因会当安尼凊彩讲伊无资格，咱遮是凊彩人，甚至要选啥物拢会使。因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因讲会使才会使，毋是讲有一定的标准是学历安怎年岁安怎有啥物职业安尼。伊毋是，伊是讲都我讲袂使就袂使。因是要争取实在会当选举普选的权利，
即去一件，因即摆是5项，那是因为因过去就是因为即个要将人甲送去中国的迄个案，因则讲反送中，结果尾仔因讲因其实嘛要争取会当选举吼普选，因这争取是拢争取迄个上基础的，因即摆是原来要争取讲，当初是答应阮一国两制，就真正叫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咱知影都无嘛，啊，所以因敢若讲，阮敢若要求伫本地20当前承诺的，讲50当不变的，安尼就好，安尼即摆甲伊围起来吼。我感觉，我真诶想讲，咱都无法度通去安那甲因帮赞，但是原来足烦恼是，迄无帮赞真正会死呢。毋是一个人死呢，迄是规间学校内面的学生囡仔拢死呢。啊，咱的社会敢会当放互因安尼？啊，但是讲毋放互因安尼，啊，咱佫有啥物权利，有啥物能力通去甲因帮赞？所以伫遮，我是讲我嘛有解，但是是讲是烦恼吼。啊，伫遮着看讲中国的青年。甲台湾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是甲咱有偌大的差别，所以伫遮我想讲，咱伫台湾的人是毋是爱会晓通知影，明明的迄个状况都发生伫目头前啊，电视都看有啊，报纸嘛看有啊，啊敢真正毋知，敢真正毋捌，特别是。咱去看国民党即几工摕出来迄个全国不分区的即个名单，咱应该逐个人拢知影，迄个不分区的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这就是代表因迄个政党的主张，因迄个政党的意见，因迄个政党的立场，这是毋免选举的，就是讲因照算即个党的。有偌济，咱投票投互国民党诶，你若投迄个政党票，咱即边有3张票，一张是选区域诶立法委员，一张是选总统，看你要选倒一个，另外佫一张诶是无名诶，干那写政党诶，国民党啦、民进党啦、时代力量啦、台联啦等等即个党，所以这党要选，毋是要选啥物人，迄个人就是因诶名拢排好好啊，逐个政党家己排，照。1、2、3、4、5来照排，即中间一个查某，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个查甫，这是法律规定的吼。所以，着看因得到偌济票，恁投互即个党偌济票，因迄个名单着照因迄个特殊来当选。伫遮足条件是国民党摕出来内面，过去先摕一个邱毅，即马着讲伊退出啦，所以迄个无去啊，迄个是讲要。武力统治台湾的人，伫电视哦，有节目哦，正式哦，公开严要惊你知哦。啊，这因嘛敢摕出来，佮摕一个迄落去啊，中国台电视即马即几日定咧报，你看着咱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袂使去举去因遐，但是因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爱立正站好爱行咧，啊坐咧遐听迄个中国习近平演讲，听伊训话，啊听伊讲因迄是偌人啊感动人，偌人伟大的。因是公开咧教讲安那会当爱对付台湾，要安那主动美国来照顾台湾。即款的人，足明的因的立场是完全支持中国的，迄是。今仔日报纸写讲，因连演都无要演啦，因为以前因遐讲因甲中国，因袂支持中国，但是即摆着摕中国的人的名单来要做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国国民党啊，所以安尼即两党就共党啊啦。中国国民党甲中国甲共产党是共党，因为因都摕因的人完全拢共款啦，其实是共党啊啦。啊，因以前抑个改来改去，讲一国两制，一国两不同，即摆是通通一样，因为因爱的人完全就是遮人。
结果连国民党都反对，所以伫遮就足趣味。国民党摕出来名单，国民党诶内面对大甲细拢反对，啊，讲安尼会使通过，我嘛感觉这嘛是天下诶笑话。啊，这是安那是严重的，这就是代表国民党，因诶态度已经讲明啊，起码无咧甲你演啊，伊连表演都变，伊就实在嘛承认，因为可能若无中国国民党迄边可能就对因无欢喜就对啦吼。啊，照讲伊甲咱也无关系，咱是仔着惊伊欢喜也无欢喜，啊，所以足明诶，因就是拢看中国共产党诶面啦，啊，所以安尼吼，列位。咱逐个应该足清楚，即摆是中国国民党诶想法做法是拢拢咧为着中国共产党，毋是咧顾着台湾，毋是咧顾着台湾诶百姓。因为伊即摆若入去立法院，啊，若去国防委员会，着咱诶安全着根本拢伫伊诶手中。安尼咱要做啥物国防？咱要做啥物安全计划？免做啊，完全免做。所以即摆我看，即条逐个还阁足不满，啊不满要安怎？无伊诶法度，但是看因国民党诶支持诶票，伊排伫第4名，这是绝对会当选诶呢。国民党，你若逐个人拢投票互国民党诶，因为敢若就因国民党诶人，家己诶人要赢到4色诶，即个投票是一定有诶。所以这是来讲。嘛是咱的危险性，但是咧位，既然连中国国民党内面的人都感觉讲袂使安尼，是毋是？咱一般的百姓更加毋通支持国民党，所以就算国民党内面检测嘛，还阁有几个有良心，还阁袂讲遐尼恶毒，要害台湾的。但是因诶政党都显明起来，就完全甲中国共产党意见共款诶时阵，咱要安怎？只有就是要求咱千万袂使支持国民党，因为即个国民党顶有共产党啊！即个国民党，你看韩国瑜诶讲法做法，伊讲伫中国去互训练敢若讲9档是无？我嘛无讲足完全清楚，大概是听人讲吼，讲伫中国去互即个共产党训练几档，所以伊诶讲法、伊诶做法、伊诶想法，咱拢感觉奇奇怪怪，因为咱受诶训练无共，受诶讲法无共，受诶教育无共，咱诶人完全无共，所以出来伊感觉足好笑，伊感觉足有理，咱感觉足奇怪，根本就两国无共国诶啊！所以伫遮愈来愈清楚，所以千万袂使投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袂使投国民党，立法委员嘛千万毋免讲个人的条件啦。若讲钱的，咱是一定输啦。若是讲个人的条件、能力、疼心、做工课、正直、善良，咱绝对拢赢。国民党是甲共产党共款的。所以千万袂使投国民党，要全力支持咱民主进步党，互伊会当立法院会当过半，安尼咱才有可能通去做搁较济改革。我看到蔡英文，咱会看到讲，亲像咱中华咱的电力，咱的即个力能的发展，嘛已经看到成绩啊，咱。逐年都拢有经费通补助学校，咱学校内的即个力能已经拢是直接的经费，是补助伫学校内面。咱嘛看到咱的农产品嘛销去到美国去啊，即拢一件一件，只要是肯做，主要是就是咱的产品好，佮认真，佮甲人和善，毋是去中国你咧互人欺负，伊拢咧做假。咱这出去拢真诶，所以这是有数字看会着，佮照起工诶。这是咧顾百姓，毋是咧亲像韩国瑜安尼乱讲一通。我另外，不但是乱讲一通，乱骗一通，迄讲诶话佮袂听哩。最近佮讲
敢若过去个啥物鸡啊啦、红啦，迄都已经足歹听。即满搁一句，其实定定着足侪句啦吼。最近即句我嘛听讲，迄是咧讲啥？啥物查甫人是靠下半身，查某人是靠顶半身。我感觉迄是咧讲啥？迄实在是，你凊彩若足粗俗诶，伫足下层诶社会、黑社会，因讲即个话，可能讲迄个黄色诶笑话，检菜好笑。但是若要做一个，你看要做老师就辛苦，都无合格，佮要做啊一个总统，全国诶所有诶体面，全国诶政府，全国诶制度，全国诶人民诶利益、人身诶安全，国家外交，啥物？要做即款诶总统，敢有法度？敢有法度？这根本是笑死人诶，真正会笑死天下大人。所以伫遮我是想讲，差不多啊啦吼。即摆包括电视咧讲诶，愈讲本来逐个咧想讲检察也佫会变吼。我感觉即摆对着即个部分逐个定诶，因为韩国瑜敢若逐个拢讲是用国家诶讲。蔡英文是用国家诶机器咧甲伊抹黑，啊，实际上都迄拢伊家己讲诶，也无人讲诶吼，拢是伊讲诶，啊，另外讲谁讲诶，啊，都伊家己讲诶，伊讲我哪有讲，电视调出来迄个镜头拢有伊讲诶，开始都伊讲诶，啊，所以我感觉毋免阁济啊，免阁济吼，实在伤忝啦，啊，实在是嘛无意思啊，啊，像伊会当讲出遐济奇奇怪怪诶话。啊，逐项其实拢无事实，吼！啊，你想看，伊会当，即摆逐个拢讲，要来买7200万的厝吼，啊，会使来借钱吼。啊，其实咱逐个拢知影，你若无头路吼，你若是无头路、无收入吼，银行绝对无收你啦。10万箍，讲我要去遐借10万箍吼，可能就借无啦。因为伊是咧看你有啥物款，你着爱有还款诶计划、还款诶能力。啊，你讲我拢无头路啊，但是我着欠钱吼，所以你钱借啊。而且佫毋是借细条，佫借几千万诶，啊，毋是借一条，佫借几偌条诶吼。啊，一间厝，佫一间厝，佫一间厝，佫一间厝，迄到底偌济实来讲嘛讲袂清楚。啊，连你咧公布佫会当做手脚吼，啊，随去互甲掠出来吼，讲伊诶厝。大间诶，报细间诶，若支出诶是少诶，甲变济安尼，连这都当时都甲掠出来啊！啊，安尼伊嘛咧变吼，啊，这做人都，做普通人，做一般诶人，都已经是逐个感觉讲啊，这袂现实啦吼，这网络啊先诶吼，啊，人都已经是毋是看有起？我想应该嘛清楚。啊！伊即摆讲伊家己也说是美男子吼，啊是讲人咧甲伊抹黑。我感觉这真正是咧练戆话、练笑话啊啦吼！伊即摆我感觉即款诶新闻，大家会使免看，但是咱应该真正经来看咱家己诶国家诶规个方向。即摆看中国诶即个政界嘛，航空母舰嘛，搁咧说咱诶台湾，但是。即厝来，我感觉最近足清楚，中国一直欺负咱，各种诶即个角度拢一直甲咱约束，但是嘛因为安尼，咱受着遮尔大诶即个欺负，受着遮尔济诶即个错误信息诶即个陷害，即摆看着美国、看着日本、看着其他诶即个欧洲诶国家，嘛搁较强、搁较明白、搁较清楚伫国际上。一再甲咱支持，包括武器的买卖，包括各种伫国际团体会对咱的认同、对咱的声援。我是讲安尼，咱因祸得福嘛，因为安尼，咱家己有认定徛在，咱继续努力。我是讲，咱绝对袂使像香港安尼受因的控制，啊，佫毋知影要安怎办。我真期待讲，世界各国是袂当赶紧出声出手。甲香港做一个志愿，我感觉逐个应该袂忍心
看香港遮个青年受到遮大个陷害，我想用安尼做咱今仔日的即个结束，请大家关心来祈祷，希望香港的遮青年会当脱离即个困难，会当有一个较合理的即个解决，期待世界各国赶紧会当出手来拯救香港，拯救中国的人民，拯救台湾的威胁。多谢。家是每个人最安心的城堡，但是如果你居住的社区里面有人吸毒、有人贩毒，这肯定整个社区都会乌烟瘴气，房价都会下跌。还好，警政署推动的安居专案，就是要把这些毒瘤从社区里面调出去。如果你在家附近发现任何毒品犯罪的征兆，请赶快跟村里长说，村里长